臣女林南之拜见陛下。快起来！陛下，臣女已经查明，顾山城此人不学无术，顽劣不堪，甚至不惜1掷千金，在城西古玩城买了这么个破鼎。臣女不明白，陛下查这个渣子做什么？他是朕流落民间的儿子，当年夺嫡，凶险万分。这个儿子流落民间，多年未有消息。如今朕已老了，大皇子又心机深沉，毫无仁爱之心，所以托你将固山城寻回，继承大统。南枝，朕有一事求你。臣女定当竭尽所能。朕要你嫁给顾山城，帮他浪子回头，辅佐他成为太子。臣女遵旨。朕知道你天生神力，但是对待顾山城，你还是收着点儿。朕就这么一个可看大用的儿子了，你可千万别一失手把他打死了。怎么喝了这么多？滚！你嫁给了我，你就必须得听我的规矩。什么规矩？第一，以后我出去棉花素流，你不准过问。第二，每日照顾我的生活起居，孝顺父母，晨昏定省，不准迟到。第三，既然娶了我，就得按我的规矩。以后棉花素柳挨打，夜不归宿挨打，醉酒闹事挨打。你这劲儿太大了！你把我从那打到这儿来了！你是母老虎啊！要么在这儿跪着，要么过来睡觉，你自己选吧。好男不跟女斗，大丈夫能屈能伸。大皇子。父皇最近越来越疏远我了，看来他是真的不想立我为太子了。妾身听说，陛下最近在给那个流落在民间的儿子赐婚，难不成他是真的想把那个野种寻回来继承大统？不行，那个野种必须死！儿媳南枝，请婆母喝茶。好好，若是今后山城有什么做的不对的，让你受委屈的，你就尽管告诉我，我帮你教训他。爹，请喝茶。既然成婚了，就是大人了，以后要好好对南枝，担起做丈夫的责任。哎，你说这成了亲就是不一样，请你喝个酒就这么难？我那是娶亲吗？我那就是娶了个母老虎，迟早把他给训。要我说，这女人呐，就得有危机意识。你说她纳她几房小妾，她一着急，肯定对你百依百顺。来，喝，来。见过顾公子。怎么样，漂亮吧？昨天晚上可是她第一次开脸，我花了整整3000两才给她买下来，这手啊都没碰过，巴巴给你送来了。承蒙公子不弃，奴家愿追随公子，侍奉左右。你说的对，就算我纳妾，那个母老虎也不能把我怎么样。来，喝酒。来。天都黑了，到底干什么去了？都什么时辰了，才知道回来？今天的书读了没有？骑射练了没有？给我站住！
臭婆娘，老子不忍你了！老子要纳妾，纳妾！奴婢红袖见过主母。哎，人家红袖比你善解人意，还不打我，我就要她。你是南曲戏班子的？是，但想来主母宽厚，也不会因为奴婢的出身就苛待奴婢，是吧？阴阳怪气，这个乐器不简单啊！说什么苛待不苛待的？你都自称奴婢了，我呢当然不会客气了。你从今天开始侍奉，让他睡客房去。啊！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我倒要看看你是哪来的妖孽。哟，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还哭了？啊，这是夫君昨日献纳的妾室。什么？混账！我第2天就敢纳妾啊！来人，把那个孽障给我绑进来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哎，好了，哎呀，哎呀，你纳的妾啊！来人，给我拖出去乱棍打死！啊！爹，夫君固然有错，说到底也是我没有笼络住他的心。既然妾室已经领进家门，我定当待她如亲妹妹相待。爹，您就不要责罚夫君了吧。你看看南枝多维护你，谁让你假惺惺了？你个母老虎！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你休了。我打死你！哎呀，老爷，爹！不如让我带夫君回去，我好好劝劝夫君，说不定他就回心转意了呢。红袖，我们走。你个母老虎！哎，爹娘！都已经3天了，你还没找到机会给顾山城下毒吗？属下知错了，可是林南枝盯得很紧，属下根本没有机会动手。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尽快杀掉顾山城，晚一天就剁掉你弟弟一根手指头。属下遵命。知道错了没有？等！哎，知道错了，真的知道错了。我以后再也不跟狐朋狗友出去喝酒了，我一定好好学习。我再也不纳妾了。母老虎，你等着，迟早有一天把你休了。主母为夫君劳心伤神，一定累了。奴婢专门做了参汤，请主母和夫君尝尝。红袖妹妹有心了，我有几句体己话，不知道妹妹愿不愿意听听。奴婢受教。夫君顽劣，我也不想耽误你的终生。明日我就托人把你送出府去，找个身家清白之人嫁了，好过与人为妾。你凭什么啊？奴婢只想侍奉在主母和夫君左右。好，既然你想侍奉我和夫君左右，为什么要在碗里下毒？奴婢怎么会给主母和夫君下毒呢？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！
有毒，真的有毒！我抓住他了，我抓住他！哎，全让他给跑了。吓死我了！你怎么知道那个汤里有毒的？你这么大个脑袋瓜里装的是水吗？那碗参汤那么红，一看就是加了鹤顶红的缘故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不行，天娘和弟弟还在大皇子手里，无论如何也要杀了顾山城。这么说来，顾山城是皇子的身份，已经有人知道。喂，你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你都这么大了，也该参加科举了。不去，家里又不是没钱，又不是养不起我。官场上那些勾心斗角我见多了，没意思。那你也得读书。那些四书五经、中庸大学我早就读烂了，也没意思。你真的都会？不信你考我啊！走水了，走水了，快来人呐！快追！拿水来！水就是火，水啊！那边有火呀！快，那边！小心啊！水，就拿水！爹，娘！你要干什么？我要去救我爹娘！少爷，太危险了！快，这边！爹，没事的，我没事。你母亲还在里面。夫人呢？我这就去救娘。沙场，沙场！那这就不能进去，不能进去，难吃，老爷，难吃啊！娘，娘，醒醒！你快走，别管我！不行，娘，我一定要带你走。难吃！快带婆母走，快走，快啊！夫人，夫人，夫人呐！夫人，娘，娘，南芝，南芝他还在里面。啊，那这你呀！阿成，快去水来！干什么？我要去救南芝。可现在火势这么大，要是有一个好歹，你让娘怎么活呀？这是为了救我们才进去的。这是他的亲生儿子，南芝也是他亲生父母的女儿啊！那你一定要好好把南芝带出来。是吗，山城？山城！山城！南芝，林南芝，林南芝，林南芝，顾山城，我在这儿。林南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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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怎么来了？我不知道，我明明已经脱下，我明明一直都想休妻，但是我一想到你被困在这里，我脑子一热我就进来了。你傻了吧？脑子一热就来陪我送死？不会的，不会送死，今天谁也不会死在这儿。你不是天生神力吗？来帮帮忙啊！没事啊。顾山城，我保证，我们如果没有死，我出去之后一定不打你。你不准撒谎！如果你是人的话，你就是小狗。走。没路了，小心！南芝，南芝，快出去！你快出去！别管南芝，快出去！找出口！不，风有情，雨有路。南芝，我笑青春依旧，风雨你不许睡！我有事说，我现在立马拿钱！不休。南芝，我盼孤南芝，身策马笛声漫天四海任我游，情字如雨落，沾染了红袖。你不能进去！我的儿啊！我的儿，老爷，你让我进去！不然你不能让我进去！下雨了！下雨了！下雨了！苍天有眼呐！快救人！救人呐！救人！救人！救人啊！这儿呢！少爷，少夫人，老爷夫人，我们找到少爷和少夫人了。我的儿，你终于醒了。我还活着。你活得还好好的呢。小心啊！是你救的我。那还能有假？我为了救你，手都烫伤了，你欠我一条命。等你好了，你得照顾我，以后你什么都得听我的。哎，去！哎呀，哦，咱们顾家虽不说固若金汤，可也算铁桶一般。如今竟然有人敢纵火，我倒要看看，究竟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。是有人故意纵火。昨夜父亲见你病了，心疼的厉害，就报了官。牵火队来了，查明起火点在后院的柴房，但是发现有人一路用火油将火引到了爹娘的房子。父亲、母亲，若是想查明是谁纵火，我倒是有一法子。啊我的儿！这就是你给我想的办法，让我装死啊！你懂什么？我这叫瞒天过海。啊，怎么说我也是算你的救命恩人，你就这么对我？解释一下又不会掉块肉。
这毛老虎转性了，居然给我倒水。秦红秀知道你死了，一定会回来确认，这样他才能回去复命。你干嘛？见过公公，见过公公。奴婢自知身份地位，深夜被主母赶出门，也不敢多言。只是奴婢与长老好歹有一段姻缘，还请公公与婆母准许奴婢再见长郎最后一面。唉，就在屏风后，你去吧。我猜的没错，果然是你。他真死了，先下毒后放火，到底是谁指使你的？你以为我会告诉你吗？你既然敢回来，就没有想过要回去。指使你的人无非有2个目的，要么让你当替罪羊，要么让你死在顾家，好嫁祸给顾家。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我也不藏着掖着。你没死！哼，吓一跳吧？你进府时间短，对我们家的地形不熟悉，所以你烧的根本就不是我的房子。能让你这么卖命的，要么是幕后的人救过你的命，要么你家里人的命攥在他手里。你这么惨啊？你看人家都这么惨，你要不想想办法啊？哎，你先别着急哭啊。我们家这个母老虎，虽然脾气是暴躁了点儿，但是啊，绝对是个善心肠。让他帮你想想办法啊。顾山城作为当今陛下的皇子，就这么被人针对，是得去查查背后的人是谁。你若是被迫的，我就帮。我爹娘和我弟弟都在他们手里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哎呀！他们是谁？我只知道是个女人。我们每次都在树林里见面。这件事情不能闹得太大，最好还是关起门来，堵在顾家内部。此话怎讲？你去树林里见那个女人，我们跟在你身后。真没想到这母老虎居然还是有图的。你还活着，看来你家人都得死了。属下办事不力，没想到那林南彻竟如此厉害，打掉了属下的匕首。下毒时嫁祸也失败，到底有什么事情是做成了的？属下真的烧死了顾山城。哦，属下今天去看了，顾家已经开始办丧事了。顾山城躺在棺材里面，依然是死透了。算你办成了一件事。主子，能不能看在属下烧死顾山城的份上，让我看看爹娘和弟弟？到了。我们一路跟着你，已经知道你爹娘被关在什么地方。若是这次能救出我爹娘和弟弟，我定当结草衔环，报答主母。你要是为我们卖命，
那我们跟那个女的有什么区别？这句话说的倒还在理，有点仁德的样子啊。哦，但是关押我父母的牢笼是金刚打造，我没有钥匙。哎，这有什么？好，天生神力，区区一个金刚铁笼，那不是手拿把掐吗？你放心，有我在，区区金刚牢笼不成问题。哎，我好歹也算你的救命恩人嘛，你就这么对我？主君和主母看起来真是恩爱啊！恩爱？切！算了，你先和我说说天狼的防卫部署。他们这里是这样的，你看。快出来！红袖，没想到咱们一家还有团聚的一天。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，赶紧走。我先去探探路。秦侯兄，你竟然敢背叛我，把他们都杀了，一个不留！是。一群废物！南枝，快，你们先走，走啊！好。千红兄，豆上有毒，主母，奴婢活不成了，求您照顾奴婢，一家老小。我答应你。千红兄，红兄，你醒醒啊！红兄，红兄，你别死啊！千红兄，红兄，你醒醒啊！红兄，你别死啊！千红兄。这就是你的好计谋，殿下，妾身想把顾山城和林南枝引到天牢，瓮中捉鳖的，没想到那林南枝居然是个妖女，她把我带去的好手统统打伤了，还有那个秦侯秀，照你这么说，都是林南枝与秦胡秀的错了，倒是把自己摘得很干净。殿下，不是的，我妾身还有一计，定能取了顾山城的命。哦，你还有计策？若是这次再失败，你也不必活了。是。古之欲明，明德于天下者。滚！怎么站的？欲知其国者，先齐其家。先齐其被打家者。晕了。不酿不酿，累死了。
不好好念书，你有什么出息？等，娘都没救过我耳朵，母老虎！我就不读书，我就要去喝花酒。站住！你给我回来！真，你果然有身份证。这林南之去哪儿了呢？我怎么还能跟丢了呢？哎呀，林姑娘，您可快着点吧，皇上已经等您许久了。臣女参见陛下。免礼。顾山城最近如何呀？陛下，那个顾山城真的是您儿子吗？我看他简直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混混嘛。这话从何说起啊？我督促他读书习武，他都不愿意，每天只知道外出去闲晃。这样的人将来怎么继承大统啊？你和他成婚许久，就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优点吗？优点吗？他倒是孝顺，也有仁爱之心。孝顺、仁爱，这不是一个君主很重要的品质吗？可是，别可是了，你就安安心心的把顾山城给我培养成合格的太子人选，这不会亏待你的。臣女遵旨。哎，算了，不管了，先回家吧。怎么感觉这背后凉飕飕的呢？真有刁民想害我！顾山城，你很有名，我家主人要我取你的狗命。你认识我？好汉，好汉饶命！我家有钱，你多少钱都行啊！少废话，别挣扎，你一句全是。救命啊！杀人了！救命啊！大哥，我不跑了，我跑不动了。但是你也让我做个明白鬼吧？啊，你告诉我，你家主子是谁？既然你诚心问来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我家主子是谁个东西？我的人，你也敢动？我的人，你也敢动？想活命的话，赶紧闪开！南芝，南芝，你终于来了！这个货差点把我弄死。这么晚，你出来干什么？小心！敢和我动刀子，瞎了你的狗眼！留活口！你说晚了啊？这么晚你去哪儿啊？我看今晚月色不错，出来走走。
林南之，我们谈谈吧。啊？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。我觉得你很不对劲。林南之，我没有跟你开玩笑啊。自从我娶了你，我感觉我好像被人盯上了。要是放在以前，我也只需要遛遛鸟、喝喝茶就可以继承家业了。但是自从遇见了你，我们家出了多少祸事？先有那个秦红秀，为了杀我，差点烧死我爹娘。还有那个什么身份神秘的陈娇娇，人家身份高，根本不是我们这种商贾人家能够得罪得起的。这一切都是从你过门开始。我爹娘年纪大了，我不想让他们每天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。林南之，我们和离吧。你认真的？和离书，我会明天写好给你。顾山城，你记住，你我是陛下赐婚，根本就没有和离的可能。我林南之只有休夫，休夫之后，我自会向陛下请罪。而你，顾山城，你根本就配不上我。昨晚走的急，1分银两也没带，还不能回去告诉父亲和皇上。没想到我堂堂圣女，居然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哎呀，哈哈哈，这母老虎不在家，日子就是舒坦。嘿嘿。爹，娘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南芝呢？今日南芝没来晨昏定省，我和你爹怕他生病了，所以就来看看。哦，他出去了。打小就这毛病，一说谎就绞手指头。快说，南芝到底去哪儿了？哎呀，实话告诉你们吧，我被林南之休了，他昨晚就走。孽障，孽障！哎呀，你糊涂呀！自打人家南芝一进门，就一心扑在你身上。你是书也能念下去了，也不和你那些个狐朋狗友出门鬼混了。你现在居然还敢跟南芝和离，你要气死我呀！娘，要不是林南芝，咱们家能出这么多事吗？不怪南芝，这些事不能怪南芝啊！哎呦，你看把你娘给气的，还不快把南芝找回来？难道你忘了不成？在火场中是南芝把你娘给救出来的。要不是林南芝，咱们家也不会着火。快去找，找不回来，你也别回来。发烧了，不行，今天无论如何都要找个客栈落脚，找个大夫抓药才行。这京城这么大，我上哪儿去找林南芝啊？哎呦，不要紧吧？没事没事，走吧走吧。今天买了好多好吃的，回去给你做啊。是你！别可视了，赶紧走！我脑子里怎么全都是林南芝这个母老虎啊？我该不会是病了吧？昨天晚上那个，真到位。哎，走吧。小娘子，
你是一夜没回家吗？是没地方住吗？啊？你们要干什么？别怕，我们又不是坏人。来，别着急走嘛。哥哥们就喜欢骂事吗？小心我对你们不客气。哦，我倒看看怎么个混法。你放开我！玩一玩，我们玩一玩。这他妈会有好事？真看你们的狗眼看清楚了，我的女人你们也敢动？你是顾山城，知道爷爷还不快滚呐！哎呦！你没事吧？别闹了，爹娘都在家等着呢。到现在为止，你还觉得是我在闹？你现在已经是我的下堂夫了。等我找到落脚的地方，我会把休书给你。好了好了，是我闹行了吧？爹娘都已经骂过我了。和我没关系。顾山城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。对不起啊，我忘了你还有伤。南枝，南枝，发烧了。少夫人这是伤口感染，加之风寒引起的发热，老夫开一剂药下去就能见好。这伤口要常换药，不能碰水。多谢大夫啊，请务必用些好药，多少钱我顾家都付得起。请。咱们顾家3代人了，也没出一个你这样的负心汉。爹，我错了。我的儿，你醒了？南枝，怎么样？伤口还痛不痛啊？母亲，我已经修复了。什么修复啊？南枝，你要实在不解气，我命人把这个孽障狠狠的打一顿，千万不要你死，还不快给南枝道歉！要是南枝出了顾家的门，你也别回来了。对不起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。儿啊，好好休息。你去啊！若山海日月都能彼此为依。爹娘已经罚过我了，你要是还觉得不解气，就再打我2下。我想好了，你约束我、管教我，都是为了我好。你不要退婚了吧？顾山城，你真是可笑！我约束你、管教你的时候，你说我是母老虎，嫌我管得宽。现在你又来求我，但是我不想和你有任何的瓜葛。你别这么说，南枝，我发誓，我要是再不听你的话，我就是狗。医药费我会还给顾公子，没什么事情的话，请你出去。不行，我要是出了这个，你就更不会原谅我了。南枝，你要是不原谅我的话，我就一直在这跪着，
那你就跪着。南枝，我想你大概是病了。昨天你走之后，我想这母老虎终于走了，我终于可以松快松快。后来我爹娘让我出去找你，我看到街上的人，想的都是你。我可担不起顾公子的想念。南枝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看在我们是殿下赐婚的份上。不可能，顾公子还是出去吧，我要先休息。南枝，南枝，夜的星星指引着我向你，点点光影如梦初醒。一缕相思情，你是我的风景，浮光掠影换成你。南枝，你就不要生我的气了吧。下不为例。你放心，我这次一定认真读书。你就别走了吧，好不好？这还差不多。那我就勉强答应你吧。举案齐眉唱一段如梦佳期，只盼望白首同行。情难自禁忘却，今夕是何夕？模糊了夜色，沾染烛影。你不是说这次一定万无一失吗？我派出去的都是我们府的好手，本来想着一起见面，没想到林南枝又出现了，简直是阴魂不散啊！还记得你答应过我什么？只有你来承认，这太子妃的位置才能轮得到我。殿下，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这一次我从顾山城的父母下手，如果再失败，我愿以死谢罪。你死不死无所谓，别牵连到我。少爷，老爷夫人还有少夫人全都不见了。什么？我爹带着南枝走了？这奴才不知道，但奴才在少夫人房间里发现了这封信。顾山城，你的父母妻子都在我手上，想让他们活命，丑时独自来竹溪山中。若我发现还有别人，定要他们陪葬。这个陈娇娇到底跟他有什么恩怨？竟然绑架了我爹娘和南枝！什么？老爷和夫人被绑架了？少爷，咱们报官吧！不行，这个陈娇娇几次三番都是冲着我来的。若是报官，我爹娘和南枝恐怕会有危险。这次我要自己贿赂他。陈娇娇，我自己来了。我父母和南枝在哪儿？顾山城，没想到你还真敢自己一个人来呀！南枝，爹，娘，山城，你怎么来了？城，你快走！山城，快走！快疯了，走啊！他想要你的命啊！快走！别过来，再过来我就杀了他！别动他们！祸不及家人，有什么恩怨冲我来！别动我父母和妻子！你这是求忍的态度！你想怎么样？都是因为你，我派了那么多杀手，你乖乖赴死就好。结果你还联合了林南枝，策反邪侯秀，
抓了我那么多杀手，害得我被主子惩罚。你现在还敢问我想怎样？别动他，有什么冲我来！跪下！跪下，不然我就杀了他！好，跪！顾山城，你不能！住口！让你说话了吗？你别动他，我跪就是了。你这个疯女人！住口！顾家和你无冤无仇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顾山城，你还真是下贱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让我跪，我也跪了。现在能放了我爹娘和南枝了吗？哪有那么容易？我要把我受的屈辱一点一点的还回来。哎呀，你不是顾家少爷？来啊，学狗叫。欺人太甚！啊，南枝，南枝，我可不介意在林南枝这张漂亮脸蛋儿上多画几道口子。好，我叫我大点声，能听见啊！我顾山城，你还真是条好狗啊！不过你这表情有点不甘心，是怎么回事啊？狗叫的时候要笑。今日云雨悲愁滋味不醉不我要是再不听你的话，明日城门外我就是狗。来刀山火海，世人说什么正邪两派，你的手我也不会放开。笑什么？你让我笑我也笑，让我叫我也叫，我们俩夫妻调情，你管什么？看你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顾山城，去死吧！山城，住手！你不能杀他！你说什么？他是皇子，他是陛下的儿子。你说什么？顾山城，我不是一直有疑虑，为什么你一个区区商贾之家的纨绔子弟，会得到当今皇上的赐婚？为什么我要看你看得如此严厉，逼你读书习武？因为你是皇子，是陛下看中的皇子，以后要继承大统。我是顾家的儿子，我是顾家独子啊！儿啊，事到如今，爹不瞒你了。当年我跟你娘成婚7年都没孩子，直到25年前的一个晚上，一个衣着华丽的年轻男子敲开了我家的门，给了我们一大笔钱，还把一个男婴托给我照顾。儿啊，
那个孩子就是你。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，你居然是当今皇子！爹娘，我不要当皇子，我是顾家的儿子。如今顾山城要夺嫡，能威胁到的只有大皇子傅临渊的地位。你是大皇子的人，没错，我是殿下的人。傅临渊阴险狡诈，你跟着他是不会有好下场。你住口！殿下答应过我，只要我杀了顾山城，祝他顺利登上皇位，他就会立我为皇后。陈娇娇，我真不知道是该夸你聪明，还是该说你蠢。朝堂上有那么多重臣的女儿，没有10个也有8个。若他登基，必然会立一个拥立他的大臣的女儿为后，哪轮得到你这个没有家世背景，又知道他所有黑历史的人？你住口！到现在，他连一个侧妃都不愿意给你。他若是登基，他第一时间就会把你给杀了。到时候，死的不过是一个侍妾谋士，别人连议论都不会议论。他抛弃糟糠。闭嘴！你们都闭嘴！顾山城，你不就是想让你爹娘还有林南之的活命吗？我不能杀皇子，没说皇子不能自杀呀。你用这把刀自残，往你的胸口上戳，每戳3刀，我就放他们1个人。真的是疯了！你别动他！我答应。我答应你。他就是想要你的命，顾山城，你不能答应他。你就算自残，他还是会杀了父亲和母亲，他不会信守承诺的。儿啊，不要答应他。山城，山城，不可呀，不可！你别妄想用你手里这把刀逃走，你爹娘跟他的命都在我手上。只要我动一动手，割的可就是林南征的脖子了。爹娘，养育之恩比天大，我不可能让你们被这个疯女人杀死。我和南之是结发夫妻，更不可能让她死在他人手里。林南之，我对你不好，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。如果能用我的死换你后半辈子太平，也算是补偿。南之，我说这句话有点晚了，但是我是真挺喜欢你的。此生怎能忘却？爱负你的风月，等白日无限，江南烟雨不是落在你。老夫跟你拼了！父亲，主角，主角，你哥！雪落孤寒思念香，山天并肩一场，风雪归来，他与我。
身旁，掩饰你。少夫人，您醒了。顾山城和父亲母亲呢？二位老人年纪实在太大，学生才疏学浅，纵然拼尽了一身医术，也是无力回天。顾公子虽然伤势严重，但都是一些皮外伤，如今已在为二老守灵了。少夫人小心，你的伤口刚包扎好。我要去看看顾山城。你早就知道是不是？什么？你早就知道不是我爹娘亲生的，你早就知道我是皇帝遗落在外的儿子，是不是？是，我是当朝领相之女，是大梁的圣女。陛下命我假扮平民之女，与你成亲，将你读书。够了！我一直都被你们玩弄在股掌之间，我就想当个纨绔，我有什么错？我就想跟我爹娘安生生的过一辈子，我有什么错？还有那个陈娇娇，都是杀死我爹娘的凶手。不是的，顾山城，你听我你还解释。解释什么？是因为你就不会注意到我们家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爹娘就不会死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少爷、少夫人，咱们家门口不知道被什么人堵了一口黑棺材。什么？随我去看看。是。这，俗话说，黑棺材堵门，断子绝孙，祖宗不安魂。少爷，这不是有人诚心要和咱们顾家过不去吗？我来看看这棺材是谁送的。除娇娇还能是谁？棺材是傅林渊送来的。顾山城，就凭你也想和我斗？你们顾家家破人亡，你顾山城与林兰芝身受重伤，夫妻离心。我只用一个陈娇娇，一换四，不可以。傅凌渊，有你血债血偿。臣女拜见陛下。快起来！最近顾山城如何呀？陛下，臣女正想跟您说这事呢。自从我跟顾山城成婚，我们三番五次遭到陷害，若不是臣女一力相挺，恐怕顾山城早就死了。大胆，敢说皇子会死？臣女不敢，只是臣女说的句句属实。如今已经棺材堵门了，臣女不知道能够保顾山城到几时。那依你之见，臣女希望陛下能尽快让顾山城认祖归宗，有了皇子身份，就算别人想要害他，也要思虑一二。毕竟杀一个商贾之子，跟杀一个皇子可不一样。朕也想尽快认回顾山城，只不过考验品行虚科呀。哎呀，陛下你就别犹豫了，再晚一会儿，顾山城真的成一具尸首了。臣女愿意作保。顾山城虽然纨绔，但他明事理，懂分寸，知进退，心怀仁慈，又顾全大局。看来你对他评价颇高啊。
陛下。好，你回去告诉顾山城，让他准备一下，像个人一样来见朕。臣女遵旨。既然有伤，以后这种小事就不要了。还有，我的书房你也不要进。今日我递牌子入宫，请陛下让你重回宗庙。一会儿你沐浴更衣，随我一同去吧。我不去。宫内尔虞我诈，表面上看着平静，实则暗流涌动。一个傅凌渊就让我家破人亡，我干嘛还要上赶着去趟这趟浑水？到底想不想为父母亲报仇？我当然想啊！你要是想为父母亲报仇，你就要认回你皇子的身份。不必了，我自己会想办法。顾山城，你有情有义，孝顺，可是你怎么就没有脑子？你以为你面对的是谁？你面对的是权倾天下的大皇子，是受万民爱戴的贤王傅凌渊。那又如何？匹夫之勇，血溅五步。血溅五步。到时候连顾家房门都出不去，就算是死了，也只是暴毙在顾家。到时候不过是祖坟里再添一座新坟，外人听说，他们不过是可惜顾家少爷年纪轻轻就这么死了，真是可惜。等3、5年过后，还有谁会记得你的冤屈？你只有成为陛下的儿子，你才能和傅凌渊平起平坐。只有你成为太子，你才能压傅凌渊一头，为父母亲报仇。那好吧，我就听你一言，随你入宫。草民参见陛下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如今你也该叫朕一声父皇了吧？子叔子气，就让顾山城认祖归宗了。草民惶恐。哎，惶恐什么？元儿，儿臣在。你看看，这才是君臣父子。你呀，多跟你大哥学学。草民不敢学习大皇子的所作所为。啊，今日是你回宗庙的好日子，不谈别的。先认回宗庙，日后还怕没时间逗他傅凌渊吗？是，儿臣自幼在宫外长大，宫中的规矩很多都不懂，自然要向大皇兄多请教，还请大皇兄不吝赐教。哈哈哈哈，好啊！早就听南枝说过，你历练有成，颇有风骨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儿臣不才。本王久闻宫外有个兄弟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气度不凡。看着童身的气派，简直和父皇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陛下，老臣有话要说。说。顾山城久居宫外，又被商贾养大，期间陛下忙于国事，鲜少见面。且幼子与成年之后面貌相差巨大，仅凭一个养父母，恐怕不能断定顾山城是陛下亲子啊。臣附议。哎，顾山城与圣女林南之成婚已久，他是不是皇室血脉？难道圣女会不知道吗？圣女并非圣人，
也不能空口白话的说他是不是皇室血脉。老臣说几句难听的话，便是顾家夫妇将皇子调包换成了自己的儿子，也未可知啊。顾家夫妇只有一个儿子，京城人尽皆知。可有脉案？可有证据？顾夫人年逾50，没有生子，哪来的脉案？这是在侮辱我爹娘吗？看看，都看看，还一口一个爹娘的叫着，哪里有皇室的风范？你冷静一点，不要中计。陛下，臣女愿意以圣女的身份担保，顾山城确实是皇子。李南之，圣女的身份在我大梁可是非同小可，你以圣女的身份做，若是顾山城并非父皇亲子，你这圣女的身份保不住不说，犯的可是欺君之罪。这个锦囊是当年陛下给顾家夫妇银两时用的，可以作证。一个锦囊能证明什么？那你说，要如何才能证明顾山城的身份啊？他是要滴血认亲。臣附议。臣附议。大胆！父皇龙体尊贵，怎可轻易损伤？陛下龙体自然不可受损，只是殿下与顾山城是亲兄弟，自然也可验亲啊。你们把朕放在哪里了？陛下，江山社稷事大，万一所托非人。父皇，为了弟弟的清白，还请父皇下旨。请陛下下旨。那就依你们吧。来人，端水来。父皇，结果如何？2滴血，并未相容。拿来。大胆，山城，你可知罪？儿臣不知。还敢自称儿臣？你自己看看。不对，陛下，这水有问题。林南之，朕一心信你，所以才没有验证顾山城的身份。你居然敢带个冒牌货进宫！你是指望成为王妃之后品级司臣吗？臣女不敢，只是大皇子屡次3番陷害臣女与顾山城，他准备的水不可相信。你说渊儿陷害你们？父皇，儿臣一片赤诚，却被林南之与顾山城如此构陷，儿臣实在冤枉。陛下，草民认为大殿下才不是陛下亲生的儿子，草民斗胆，请陛下亲自验血。大胆！如果草民不是陛下的亲生儿子，任凭陛下处置。你亲自去备水。相容了，陛下，相容了。父皇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儿臣自幼长在宫中，和您相伴多年，怎么可能不是您的亲生儿子？陛下饶命！殿下饶命呢！你这是干嘛？这个碗奴才放了清油，奴才忘了，这才导致血液不能相容的。你，殿下饶命！
险些害了本王的亲弟弟，殿下饶命！哥，你说该怎么办？来人，将他拖下去，乱棍打死！殿下，给我闭嘴！陛下饶命啊！殿下饶命啊！饶命啊！陛下！父皇息怒，儿臣僭越了。成儿，都是朕刚刚错怪你了。草民自小从未受过如此羞辱，宗庙不入也罢，不如我去当顾家的儿子，起码不会被怀疑血脉。草民告退。南芝，朕知道他心里委屈，你跟他去帮朕劝劝。臣女遵旨。顾山城，好不容易能认回宗庙，你就这么走了？你不想为父亲母亲报仇了？我这叫欲擒故纵。顾山城现在是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想要扳倒傅凌渊，还得要实证。南芝，你去帮我找秦香满。陛下，您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了，还是要多多保养啊。朕知道自己身体的状况，只不过朝堂之上风云变幻，江山社稷，百姓安危，哪样不要朕来操心？陛下，奴才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但说无妨。奴才听说，大皇子近期动作频频，甚至还在朝中拉拢重臣。你是说傅凌渊有不臣之心？奴才不敢。你呀，看东西太毒。让你问钱伯父、钱伯母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大有收获。说来听听。我爹娘说，大皇子在城外有一座庄园，里面藏着他这几年搜刮来的名吃名膏，还有一些见不得人的东西。南芝，你还是别去了吧。傅凌渊阴险狡诈，说不定已经设好了埋伏。不行，咱们不能把两个人都搭上，更何况你是皇子，你要是出了事，都不够我一整个府上掉头的。我陪着大娘子去，公子你就放心吧。还要带上你这么个小豆丁，哼！我南芝更难了。你在家里等我回来。注意安全，我在家等你。嗯。小满，你在这等我，我进去看看。大娘子，你小心一点。放心吧，我自有分寸。好啊，这个傅凌渊，这10几年来竟然搜刮了如此多的名脂名膏。有了这个账本，这次一定能扳倒他。谁在那里？我怎么没听到？听错了。这个傅凌渊也不怎么样。殿下，林南之已经带着齐小满走了，咱们追吗？
不必。想要抓猪，总得给猪一点甜头吧。南芝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没有出什么事吧？啊，没事。你看，这是傅林渊的账本，里面详细记录了他搜刮的民脂民膏，还有这些年他与其他官员勾结的证据。太好了，有了这个，我们就可以扳倒傅林渊了。明日一早，我进宫面圣，你在家中等我。可是傅林渊在朝中势力很大，我怕他对你不利啊。你放心吧，我父亲虽然是个纯臣，但在朝堂上有很多部将，这些叔叔伯伯他们都会帮我。千万小心。我只怕……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哎呀，不能看，不能看！陛下，臣女有要事启奏。准奏。臣女与夫君顾山城被大皇子陷害，万般无奈之下，只想自保。臣女与夫君几经艰险，终于搜集到了大皇子这些年来搜刮民脂民膏与官员贿赂的证据。拿来。傅林渊，你可知罪？父皇，儿臣冤枉。这账本定是顾山城与黎南之伪造的，他们二人勾结江湖势力，意图扳倒儿臣，这是天大的阴谋啊！陛下，臣有本启奏。近日宫中流传出一些顾山城与林南之的谣言，说他们夫妻二人与江湖势力勾结，意图不轨。又说林南之本是妖女，林相为了保住女儿，才传出她天生神力的消息。臣本不信，但如今看来，恐怕并非空穴来风。陛下，顾山城本是商户之子，商人重利。如今他们夫妻二人拿出此账本，分明是想陷害大皇子，想从中牟利呀！陛下，臣女所说句句属实。大皇子在外还有一座庄园，庄园里有一座密室，密室里堆满了金银珠宝，请陛下明察。我有此事啊！父皇，儿臣以性命担保，绝无此事。去看看。是。看来傅林渊早有准备，再这样下去，不仅无法扳倒傅林渊，说不定还会被傅林渊反咬一口。我得赶紧想想办法。你们先起来吧。陛下，大皇子几次暗算顾山城，顾山城的父母也是被他害死，这都是您知道的。父皇，林南之所言皆是一派胡言。儿臣与顾山城父母素不相识，怎么可能会去暗害他们？你早知道顾山城是陛下流落在外的孩子，你害怕权柄外流，所以派陈娇娇暗害。陈娇娇？陈娇娇又是哪位？别装傻。陛下，陛下，奴才已经查明，郊外只有一片废墟，大体看得出来曾经是一个宅院，只不过年久失修，已经坍塌。那废墟内也并未发现林姑娘所说的什么密室，什么金银珠宝。什么？够了！林南之，你听见了？城外只有一座年久失修的宅院。林南之，你倒是给朕解释解释，城外的废墟是怎么回事？大殿下真是好手段，一晚上的时间，
就能让那座宅院变得跟年久失修一样。父皇，林南之用心之歹毒昭然若揭，还请父皇严惩。陛下，臣女所说句句属实。昨夜臣女还去了那个庄园，是那个叫秦小满的孩子带臣女去的，今日就成了一座废墟。孩子？什么孩子？昨夜本王一直在府中，从未出门，府中下人都是见证，从未见过什么孩子。你把小满给杀了！我看你是疯了吧！父皇，林南之先是勾陷儿臣贪赃枉法，又是诬陷儿臣杀人，还请父皇为儿臣做主。启禀陛下，有人敲邓文鼓，说要进宫面圣，臣属冤情的。何人这么大胆？听说叫顾山城的。去！宣顾山城进殿见驾。草民顾山城叩见陛下。顾山城，你可知敲登文鼓，若所奏不实，是要受杖刑的。草民知晓，但草民所言句句属实，不敢有半句虚言。哼，顾山城，你承蒙陛下圣恩，才能与我大梁圣女结为夫妻，不想着安分守己，为江山社稷出力，却还敢在这大殿之上构陷皇子。殿下，草民是否有构陷？待草民说完，陛下自有公道。讲。陛下，昨夜林南之与小满确实去了城外庄园。那庄园本是殿下的私产，里面藏着殿下这些年来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和与官员勾结的账本。没想到，殿下提前知道秦小满与南之的计划，用一本假账本勾引二人上钩。在计划得逞后，又派人烧掉了庄园。不仅如此，他今天还想趁着林南之入宫，杀秦小满灭口。幸好草民吃过几次亏，早有防备，这才没有让他得手。山城，你血口喷人！傅凌渊，让他说完。陛下，秦小满现在就在殿外，传得上来一问便知。而且，殿下为了掩盖罪行，曾经多次派人暗杀我和林南之。若不是林南之天生神力，又有忠心护主之人相助，恐怕草民与林南之早已命丧黄泉。宣秦小满，宣秦小满进殿见驾。草民秦小满叩见陛下。起来说话。秦小满，顾山城所说可是实情啊？回陛下，句句属实。昨夜草民带着大娘子去了那庄园，里面真的有很多金银珠宝，还有账本，还有今天早上草民去嘘嘘，一个黑衣人想杀草民，是顾公子及时出手。父皇，这孩子定是被他们收买，才会如此胡言乱语。陛下，臣女所言句句属实，而且大皇子若是心中无鬼，为何要烧了庄园？林南之，你不要仗着陛下宠爱，就可以空口白牙的构陷本王。陛下，草民还有话要说。但说无妨。草民刚刚在殿外听完大殿下说他不认识陈娇娇，但是草民认识。当初就是大殿下下令陈娇娇抓了草民和家人，以此胁迫草民的姐姐秦红秀为他卖命，最后姐姐也是死在陈娇娇的手下的。胡说！草民还知道大殿下与陈娇娇有一个孩子，已经3岁了，原本是瞒着众人的，只是有一次那孩子生病，陈娇娇放了草民的血做药引子，草民才知道的。陛下，
此事干系重大，还需从长计议呀。陛下，若顾山城与林南之所言属实，那大皇子殿下可就犯了大罪了。父皇，儿臣冤枉，儿臣对您一片忠心，怎么可能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？你们两个仅凭一个孩子的片面之词，就想诬陷本王吗？傅林渊，朕给你机会，你可有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？父皇，那庄园是儿臣看一商人濒临破产，实在可怜，才买下了帮忙周转。儿臣从未去过，更不知道里面有什么。至于这个什么秦小满，儿臣更是从未见过。陛下，草民不敢撒谎。父皇，此孩童心智未开，他定是被顾山城林南之教唆的。别吵了！此事，朕会派人彻查，在真相未明之前，傅林渊，你就在府里闭门思过吧。儿臣遵旨。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们二人来办，若有新的证据，随时呈上来。臣草民已遵旨。遵旨。都退下吧。原以为人证物证俱在，可以定案了，没想到陛下只是将傅林渊软禁。别着急，我还有后手。连夜送往相府，不得有误。是。昨夜我送了一封密信给我父亲，他会暗中帮我们调查傅林渊更大的罪证。少爷、少夫人，相府人到了，请他进来。是。见过小姐，见过姑爷。可是我父亲那边有什么进展了？回禀小姐，老爷接到了您的信，连夜调查，没想到在盐商口岸查到了一艘商船，商船上全是甲胄、黑火，还有一些火器。这些可都是我大梁禁止贩运的。没错，所以老爷扣押了船只。经过审讯，这些船员承认，他们都是大皇子的人，这批货也都是大皇子的货。啊，你看，这么多火器和黑火，这个傅林渊到底要做什么呀？别的倒还好，只怕这傅林渊有了不臣之心。这几年，陛下的身体每况愈下，傅林渊又心思歹毒，难保会在陛下将你认回宗庙之前，起兵逼宫。陛下，草民与内子又找到了傅林渊企图谋反的铁证，请殿下过目。拿来。把夫人给我带过来。是。看来父皇是铁了心要把王位传给那个野种了。如今留我一命，不过就是给那个野种留了一块磨刀石，等他登基后再处决我，既能立威又有政绩。哼，父皇，你还真是心疼那个野种啊！既然你不审，就别怪我无义。什么事？陛下有旨，宣大皇子进宫见驾。殿下，请吧。李渊，还有何话说？陛下，傅林渊私囤黑火，意图谋反，罪大恶极，若不严惩，难以服众，也会让天下人寒心。陛下，林南之所言极是，傅林渊罪不可赦，请陛下严惩。陛下，为了江山社稷，为了百姓安危，请陛下下旨处置傅林渊。不必多言，来人，将傅林渊打入天牢。
父皇，求你开恩呐！父皇，儿臣知错了，饶命啊！父皇，父皇饶命啊！儿臣知错了，父皇饶命啊！如今傅林渊被打入天牢，咱们的努力也算没有白费。恐怕傅林渊不会这么轻易就伏法。南芝，你别担心，如今证据确凿，傅林渊他翻不了身了。殿下，到底是本王的心腹啊！如今本王落难，也就只有你来看看本王。殿下，您可还有后手？拿着这枚玉佩，去找禁军统领苏木。当年他犯下大罪，是本王力保他，他欠本王一个人情。关键时刻，他该还这个人情了。是。殿下，属下来迟，多谢苏统领相救。将士们，如今固山城那个野主妄图谋权篡位，只有本王才是真正的储君。今日便要清君侧目，等事成之后，人人加官进爵。清君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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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清君侧。陛下，我好了。刚刚收到消息，大皇子殿下勾结禁军统领苏木，起兵造反，正朝着皇宫杀来呀！这个女子竟然做出这等大逆不道之事！陛下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汉军来势汹汹，皇宫恐怕危在旦夕呀！传朕旨意，令各路兵马立刻进攻护驾。是。少爷、少夫人，宫里来人了，说有要事请上，快请进来。陛下有旨，臣女接旨。奉陛下口谕，命固山城往西城搬救兵进攻秦王。让我去西城搬救兵，这……既然是陛下的旨意，你便去吧。趁着傅林渊尚未攻破拱门，我先入宫护驾，我在宫中等你。好，南芝，你一定要小心。众将听令！如今陛下被固山城那个野种蛊惑，江山社稷根基摇摆，危在旦夕。今日给我杀进皇宫，请君坐。请君坐。清君侧，清君侧！干嘛？快出来投降吧！皇位早晚都是我的，给我杀！南芝，叛军如此之多，你可有应对之策？陛下，臣女已经安排好了防守，只要我们坚守皇宫，等到救兵到来，定能击退叛军。陛下，少夫人，不好了，汉军已经开始攻打宫门了。陛下，您在殿内安心等候，臣女这就去抵挡叛军。叛军休得猖狂！南芝，贱人！今日我定要杀了你！
将士们，突破城门，荣华富贵就在眼前！少夫人，咱们恐怕坚持不了多久。就算死，也要给我守住！杀！这救兵怎么还不来？林南之他们能抵挡得住吗？陛下放心，少夫人天生神力，定能抵挡住叛军。救兵应该也快到了。陛下，陛下不好了，叛军已经攻到内宫门外了。什么？这可如何是好？林南之，还不投降？今日你插翅也难飞！傅林渊，这个乱臣贼子，休想得逞！快走吧，继续跟着傅林渊，只有死路一条。但若背叛他，我也难逃一死。首领，不好了，我们后方出现了另一支军队，似乎是救兵。什么？救兵怎么来得这么快？苏木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不是说万无一失吗？殿下，我也不知道为何来得这么快。将士们，救兵到了，我反击的时刻到了！将士们，上呀！撤！快撤！你这群废物，快保护本王！傅林渊，乱臣贼子，这是你的死期！苏木，你竟敢背叛本王！傅林渊，当初我败走麦城，你救我一命，最不堪的样子都被你看到。只可惜，身至权倾一方的皇子，我动不了你。现如今，只要杀了你，我就是护驾有功。傅林渊，勾结禁军统领谋反，犯下滔天大罪，今日你是插翅难逃。我不甘心！傅林渊，你为了皇位不择手段，陷害忠良，如今落得如此下场，是你咎由自取。哼！趁王败后，王甘愿认输。只不过我没想到，会败在你们两个小人物手里。傅林渊，口口声声说为了皇位，其实只是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，根本不配做一个皇子。皇上驾到！傅林渊，朕一直对你寄予厚望，没想到你竟然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，你还有何话说？父皇，儿臣知错了，儿臣只是一时糊涂啊！父皇，求您饶儿臣一命吧！让朕饶了你，你谋反之时可曾想过饶过朕？来人，一人打入天牢，听候发落。是。父皇，父皇饶命啊！父皇。今日顾山城和林南之击退了叛军，保住了朕的江山，你们二人功不可没呀！陛下过奖了，这是草民应该做的。顾山城，你虽是朕流落民间的儿子，但是你英勇善战，忠心耿耿，
朕决定任你回宗庙，封你为太子。谢陛下隆恩，儿臣定当竭尽全力辅佐陛下治理江山。林南之，你天生神力，智勇双全，又对朕忠心耿耿，你与太子结发为夫妻，情深甚笃，把太子交给你照顾，朕很放心呐。臣女领旨，谢陛下隆恩。恭喜陛下，恭喜太子，恭喜太子妃。啊！哎，这当太子也太累了，一身衣服就10斤重。我还是喜欢我那身缎面的袍子。不过你别说，这颜色还真喜庆啊。你啊，穿上这套衣服也不像太子。我只需要像你夫君就可以了。我就喜欢这样的日子，平平淡淡的。陛下，这是朕给你的最后一个任务，带朕驾崩。你替朕看看，成儿会不会对灵儿的家人赶尽杀绝？若他对灵儿的家人赶尽杀绝，你就带着这个密诏到南诏，找朕的弟弟桓王，让他回来继承皇位。若他不会对灵儿的家人赶尽杀绝，你就帮帮他，扫清前路。臣女遵旨。山城，醒一醒，你听。这是丧钟声。太子殿下，太子妃娘娘，奴才有要事禀报。进来。殿下，娘娘，大皇子他在牢中自枪，已经轰了。所以刚刚的丧钟声是傅林渊。是，陛下那情况也不太好，太医说错不过这2日了，想请殿下和娘娘去看看。知道了，我们马上去。走。父皇怎么样了？陛下急火攻心，血不归经，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了。微臣只敢用少量的人参吊命，有什么要紧的事情，太子爷还是多和陛下说说吧。微臣告退。陛下，成儿，你不要怪父皇啊！儿臣不敢。不敢，终究不是不怪。儿臣只恨傅林渊，是他害死了儿臣的养父。如今灵儿已经死了，朕也自知时日无多，你得答应朕一件事。父皇请说。待朕驾崩，你不得将你师长鞭尸，也不得牵连你兄长的家眷。儿臣遵旨。灵儿，终究是父皇对不住你。父皇，
皇上驾崩！太子殿下，皇上驾崩前可留下什么话了？陛下留有口谕，宣六部大人觐见，宣林相觐见。殿下，诸位大人都到齐了。陛下留有口谕，众位大人跪接圣旨。臣等接旨。传陛下口谕：太子傅山城本为朕流落在外的血脉，如今历练有成，认祖归宗，宜继承宗庙，玉蝶金印为证。众位爱卿需尽心辅佐，不得有误。臣等接旨。林相为百官之首，应当以身作则，宜摄政，但不得干政。如有不臣，诛九族。臣接旨。大皇子傅临渊犯上不敬，强行逼宫，视为大不敬；屡次残害太子手足，视为不忠不孝，且其在狱中畏罪自戕，更是重罪。传朕旨意，将傅临渊逐出宗庙，撤玉蝶，鞭尸500，曝尸7日。傅临渊家人，不论男女，不论长幼，皆处极刑。陛下只是留下口谕，可有遗诏？陛下走得急，并未留下遗诏。既然没有遗诏，如何证明你说的是真的？傅山城是陛下亲封的太子，传位之前，太子易主的事情也不是没有。大人的意思是说我假传圣旨了？我等都是言官，自然要多问一嘴。既然二位大人如此多嘴，那以后也不用张嘴了。来人，将二位大人请下去，割了舌头，缝上嘴，至死不得解开。饶命！饶命啊！不打算给我一个解释吗？我需要解释什么？先帝明明没有留下遗诏，更不准牵连傅临渊的家人，但是你呢？你这是假传圣旨。先帝留的是口谕，听见的人不过你我怎么能算假传圣旨呢？可是口谕明明是什么？先帝遗诏是不让你将傅临渊曝尸，是不让你下旨牵连傅临渊的家人，可没说不让我做这些。陛下，希望您知道，我做的这些都是为了你，为了你能够坐稳江山。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以前连秦侯秀都愿意帮，可你现在连老幼妇孺都不放过。你的南治不是这样的。我的任务是辅佐你登上太子之位，是辅佐你成为一个英明的君主，最后我才是你善良的妻子。后日是你登基大典，大可以昭告天下，太子妃林南之假传圣旨，犯了大不敬的欺君之罪，将我凌迟处死。你也可以诛我9族，这样朝堂之上就没有我父亲能威胁到你了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你让我当个失齐的暴君！林南之，你看着我！傅临渊最小的孩子不过3岁，你如何能下得去手？你曾经逼我读史书，便是蛮夷之地，灭族斩首时也是不车轮不杀，而你现在连一个3岁的孩子都不放过了。陛下现在是在怪我？不过车轮不杀，那我就把车轮放平。若是陛下向往蛮夷之地的规矩，那便征讨蛮夷，让蛮夷按照我大梁的规矩来。这不是这样的。陛下现在该称本宫皇后了。傅临渊的幼子才3岁，他可是陈娇娇的孩子。你觉得我残暴不仁，可我自小在宫中长大，深知斩草不除根，必然后患无穷。那你也不能。若是陛下觉得臣妾残暴不仁，觉得臣妾后宫干政，觉得臣妾滥杀无辜，那臣妾甘愿赴死。只是臣妾被处死之前，最后为您做的，便是扫除奸佞，斩草除根，让你稳坐太平盛世。待朕驾崩，你替朕看看，成儿会不会
会对灵儿的家人赶尽杀绝。顾山城，这最后一道考验终究是过。私自窥探圣驾，你该当何罪啊？陛下，奴才心里有事儿，奴才不是故意窥探的。何事如此吞吞吐吐？起来说话吧。其实，罪臣傅林渊与陈娇娇生的那个3岁孩子，并没有被处死。你说什么？陛下饶命！是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当初吩咐奴才将那孩子送去岭南，找一户商贾人家收养。奴才一直守着这个秘密，不敢说半个字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千真万确，奴才不敢欺瞒陛下。南芝，你真的把那个孩子放了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陛下最近脾气大得很，我若是不把这孩子救下来，陛下怕是连我也要赶出宫去。哎，大娘子，娘子，诚如你所说，那孩子是无辜的，我也确实下不了手。找个偏远地方的商贾人家收养，一来是不怕孩子暴露身份，小宝贝，长大寻仇；叫什么呀？二来，商贾人家富足，孩子定不会吃苦。爹给你和娘带了好吃的。那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呀？知道的人越少，孩子就越安全。我本想等局势稳定一点再告诉你。南芝，你总是为我考虑这么多。我只是不想让你为难。要不是你，我也不会变得那么土。娘，哎呀，我们成儿好乖呀。成儿，好儿子，让爹抱抱，来来。爹给你买的什么？成儿最爱吃的点心，是不是？让娘给你打开。成儿今天有没有听话呀？啊？紅風車轉一轉吧，復來我家。你怎麼哭了？就是想起來小時候，我和我爹娘在院子裡的事。我在想，如我沒有生在帝王家，如我只是我爹娘的兒子，他們是不是能好好的活着，能颐養天年？這也不能怪你，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命數。若我不是天生神力，若我不是大梁聖母，陛下就不會對我賜婚，我也就沒辦法遇見你了。你嫁給我，你可曾後悔？是有那麼一點後悔。林南芝，你嫁給朕，你竟然還敢後悔？不行，帝后同寝有帝后同寝的規矩。現在，朕的規矩就是規矩。陛下，娘娘该起了。浑身疼。脖子疼，脖子疼。
夫妻了，做什么都很正常的。今天是登基大典，睡过头了。啊！气宇出尘，仪态端庄，定能武夷天下。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皇后千岁千岁千岁！南芝，从今以后，我们携手共进，共创盛世。真诚，我定不负你所托。恭喜皇上，恭喜皇后！